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5年嘅6月23號，中東局勢仍然係市場焦點。隨住地緣政治風險升溫，匯市嘅波動性亦都明顯增加咗。不過我哋仍然睇淡今年下半年美元嘅走勢。美國經濟表現可能相對落後，而聯儲局減息預期亦都可能升溫，都有機會利淡美元。美匯指數0至3個月嘅預測為95.65。主流貨幣方面，花旗分析員維持睇好中線澳元對美元嘅觀點，但係出年美元走勢可能轉趨正面，到時澳元升幅或者會放緩。另外，由於2026年初中國經濟增長預期或者會反彈，加上風險資產背景仍然正面，所以花旗分析員預期澳元或者會跑贏其他嘅 G10 貨幣。澳元對美元0至3個月嘅預測為0.67，反而喺0至3個月方面，花旗分析員維持英鎊跑輸其他主流貨幣嘅觀點。花旗分析員預期市場對於英倫銀行減息嘅預期或者會升溫，加上英國嘅經濟活動疲弱，未來幾個月或者會限制英鎊表現。但係美元嘅弱勢仍然會支持英鎊溫和做好。今次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